地小路顶登去伫车路拍瘫痪，警方得到消息，随到现场去处理，加在无人受伤。风接头秘书是中度风台威力，毋闹路顶被吹登去，人嘛强要徛袂在。迄风路安遮存咧风台安尼，按个带地厝往平平叫。平路茶城昨下晡，这个落山风速捌到12斤。它12级的风，中度台风是持续大概只有10到20分钟。镜头来到台南，这个渔温啊水车全开，就惊讲10月冷的天气，这沙巴鱼挡袂牢，养殖业者有够紧张，唔敢大意。把水能够加高就尽量加高，水深能够加深尽量加深。然后最主要是底下的底泥呢是不可以发臭的。那动物惊寒，水果嘛是同款，家己的果农无用网啊将果子树甲包起来，就惊讲这水果挡袂牢。1200多坪的农地啊，所以种了许多的榴莲和一些热带植物的果树。韩流发威，南部地区乡亲这2天嘛感受到真罕见的湿冷天气，上低温度剩11度，大家拢真有感觉。出门时拢包啊干啊肉粽同款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